拢咧软脚骹，吼。若是讲一天的开始，就是希望的开始，会当拄着白沙屯妈祖婆安尼，互大家保庇，会当来软脚骹，真正是足大的福气。你看，大家拢足虔诚的安尼。提醒大家哦，咱若是香灯卡，就是有这臂章的吼，无论你是粉仔是还是青是，就表示你今年是对妈祖吼，对妈祖娘吼咧行的。咱就是香灯卡吼，对妈祖行的香灯卡，就袂用软脚卡，因为咱有这个臂章，咱是香灯卡，就是咱拢随身有这个兵马，甲咱做阵行。啊，咱若是软脚卡了后。这个兵马伊都会摕掉，吼，安尼都无保护啊，所以香灯卡绝对袂当软脚卡，大家要注意哦，这就是香灯卡的守则。哦，莫客，谢你啊，香灯卡袂用软脚卡哦，吼，大家谢你。哦。一块都丢掉。有够大声的呢！这是白沙屯的医疗团，就是吼香灯卡啦，也是对咧进香行的人吼，若是讲卡碰趴吼，也是有淡薄仔破皮啥，会当简单处理一下，哦，甲你安尼搭起来，互你等下要行吼，阁袂去找着安尼。大家辛苦了，医疗人员辛苦了，辛苦啊！大哥，我要借问一个哦，普通时啊，咱咧行路啊，莫讲行这进香啊，有当时家己行路行久嘛会碰趴。是毋是有啥物方法用个预防啊？尾啊穿较厚，啊个鞋穿较歹一点，是，莫伤硬。我有听人咧讲穿迄个。5支指头啊，迄种五指袜，就指头啊，指甲较袂安尼磨来磨去。对，他就不会这样子。我另外佫听到一个撇步，就是讲吼，迄个指头啊，指甲搭迄个沙龙帕斯。嘛是共款啊，伊的意思甲五指袜毋是共款。哦，是。沙龙帕斯有药啊，不过大部分嘛无好啊。啊，像这位大哥嘛是穿五指袜，你穿五指袜嘛是碰趴吗？加减啦。哦。反正就是吼，你也穿较高的就对啦，这基本的。对，基本。好，加在有恁的医疗团咧，甲大家顾健康，顾咱的双脚呢。这是应该啦。感谢你，多谢啊！继续，我继续行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加油！啊，即马吼，咱要往这个中文大桥要对。露水溪甲下过去，吼，咱要对彰化要来分林吗？行，对妈祖来分林。头拄啊！伫边啊有一寡香灯卡对甲足调，我就感觉奇怪，原来因就是要去抢桥，但是这是一个无礼貌的行为，咱无鼓励，而且咱阁是香灯卡，香灯卡就是爱有规矩，绝对袂当安尼，咱袂当学这款的行为，安尼唱妈祖婆嘛袂欢喜，老实讲。全体同仁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类型站岗。往外，谢谢，往外。大家小心哦。咱即马就是要对彰化县要行入去到婚姻关啊，所以头拄仔有一个简单的仪式，就是咱
中华关的人有代表吼，警察人员有代表来送驾。即马落水溪就伫咧咱的桥的下骹，咱要往台湾的南部前进。往前，好，往前啊！小心一点。拢会当啉的吗？我要这决明子一束束啊就好啊。哦，好，啉这过目睭。好，来。哇塞，很凶啊！谢谢我，多谢你。哇，安尼食这咸的较袂救筋。行到这个所在是森林的哪内，啊，这是。台山线，吼，就是台山线就对啊。啊，我感觉食的乡亲啊，真正吼有够热情的啦。你看，我摕到安尼抹，拢是我爱食的物件。啊，甲大家讲哦，其实咱摕物件都是摕咱食会落的，摕咱需要的就对啊。莫加摕，加摕就是无彩人的好意，无彩人的米。啊，另外有一个重点哦，就是咱食这个物件，食会有本数嘛，唔通乌白蛋。哎，看到这吼，有这。收本数的所在，这里这个，才有讲哦。来，大家看这，有哈，妈祖有交代，本数莫弃伫咧涂骹，这是重点。所以爱看到有人咧收本数，咱才会当等。啊，若无看到，咱就先放伫咱的包包内底，吼啊有需要咱再摕出来放。好，感谢你呢，谢谢。啊，有感觉讲今年人较济，本数量嘛较济无？今年嘛，足侪人在收诶。所以嘛是甲恁同款有发这个心，发这个愿就对啊。哦，恁是遮哪来的人吗？你是阮台中来，台中来，我们已经跟4天了。是爱对专程安尼吗？对，对去到北港，啊北港拢垃圾收完，阮就爱经过再等去台中等。你家无当等，沿路没办法丢，有的居民不爱红点。是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再回台中再丢。所以我咧来回呢，来便当食。这里哈。哦，食无了，食袂落哦。哇。对哈，慢慢的来，没关系。辛苦啊。啊，这个是整片就是垃圾了，对。恁安尼一工来，差不多偌济量啊？像我们昨天就爆量，没办法上车子，整个堆不上去。是。昨天那个加油站，伊昨天爆量。有要等的本数会当等食。啊，所以恁伫咧遮要收到当时？收到没有人。无人。对，对，收到没有人。多谢姐啊，多谢阿姨，哇，恁的付出，互咱的安尼环境清清气气，感谢，多谢，辛苦啊。大家都辛苦了哈，加好，赞。你好，吃凉面。够凉面。哎，卖花鱼，够凉面，够咖啡。啊，真正中岛都是靠这啊。哎，对，没问题，真的。就担心要知影大家吼，可能行到有淡薄仔热啦，吼啊，所以讲迄烧的啦，便当的可能食袂落，就爱食一下凉面就对啊。嗨，恁咧食啥？便当。鱼料的便当，我嘛有鱼料的凉面。你有胃通坐？我无胃通坐。开车啊。好啊，硬要共煎落来安尼啦，歹势啦，煎一个，安尼感情较好。对妈祖敬香啊，就是安尼。哦，拢毋免烦恼食的物件，干那爱烦恼食伤饱。
对，咱咧讲啦，有一种蚵叫做阿嬷帕尼蚵啦。我感觉吼，就是有一种妖叫做妈祖惊你食袂饱的妖，都是像就即马安尼。对。谁叫叫吗？借问一下，恁为着要发这个便当、发这个食的啊，恁几点就爱来遮传啊？哈。早时9点伫个鱼寮遐集合，伫个镇南宫遐集合。啊，毋过遮有诶物资啊啥，拢是前一天啊，还是前2天就开始一直款。包括讲像头前有遐可能传迄瑜伽垫，要用大家困。嘿，啊，包括你像遮诶便当啊、水果啊，还是啥物件，拢是爱动工。有诶是像这便当，就是阮早时9点集合，要出发诶头前。便当才送来，啊，大概就是紧款款的，准备就是随出发，啊，看妈祖坐伫个都市方向，大概就随叫过来。对，阮毋是讲伫西咧等，阮是看但是就打，啊，阮就前往支援安尼，传遮物资啊，分享给兄弟啊，对。我感觉吼，白沙屯妈祖真正是足有个性的。因为伊要安怎行，有当时啊真正拢袂准算的啦，对无吼？伊有可能即摆要直行，下一秒伊就倒啊啦，吼！所以你是毋是嘛爱一直看伊位伫对，位伫对安尼，伊所在伫对安尼？像拄仔要来拜的时阵，妈祖婆敢伫迄边吧？嘿，对。啊，无其实阮拢无拄着妈祖婆，就是伊迄有听到炮啊声，啊无拄着妈祖婆。啊，毋过就是沿路，因为乡镇较有诶会行无共方向，嘿，啊，所以有诶位遮来。啊，若像咱即马就是，比如讲便当分了，要后一批诶时阵，就是看伊诶定位，啊，搁找位，啊，搁找一寡可能较路边有通好休诶所在。了解。恁安尼发几档啊？几年啊？发几年啊？好久了，我应该有第5年以上了。嘿，我拄仔问有听着5、6档5、6档啊，就对啊，哇！啊，恁会足紧张的无？因为妈祖婆都唔知要行对，足紧张的无？要等他啊，他在哪里，我们就要去 Google 找他。了解。对呀，不然都出街啦。缘分呐，拢是缘分，对啊。出咧行嘛袂紧张啊，是要紧张啥？啊，目标就伫遐。对啊，对啊，莫紧张啦。去有到位就好啊。对，有理，好啦，小休一下，食饱继续行。来，动线不要逗留。里面比较好走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。我即马就是对头旗组慢慢行，头旗组就是甲神桥伊会保持一个距离。有当时啊是500、600公尺，有当时啊会1公里、2公里、3公里，无一定。吼，啊为什么要对头旗组行呢？这是因为咧头旗组伊一定就是行伫咧头前的，伊是有开路的这个意义在。头旗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伊绝对袂当行回头路。这头旗甲妈祖婆的神桥呐，岔开要安怎，分开要安怎，头旗就会等哦，吼，无论是妈祖伊停驾还是自驾，吼，这头旗都爱等伊，等伊决定了、确定了后，吼，伊袂行回头路，伊都爱踅一踅，转去甲妈祖的神桥会合。伊行的路有可能吼，比迄神桥行的路吼，搁较济。进修特别的巴士，上午林静美的巴士伫遮。阮乡镇口拢想讲妈祖应该今暗会去斗六市去自驾，
但是无想到伊头拄啊雄雄，就伫咧石流遮自驾。即摆妈祖伫咧遐，我看一个是伫咧石流流中的福德宫，啊头期即摆应该还阁伫遐说，吼嘛是共款要去遐，甲要去流中福德宫，甲妈祖会合。今仔日行无到30公里，妈祖慈悲，唔甘大家伤忝。哇，这真正是一个足庄脚的所在呢，这厝嘛足老啊。石流遮，我嘛是第一道来，若毋是讲白沙屯妈祖今仔日伫咧遮自教，我可能无机会来到遮。啊，大家看这厝哦，40-50栋有啊，啊头拄好听到在地人咧讲，伫伊的印象当中，应该40-50栋拢无来过。啊，佫有资料讲200年拢无来啊，所以讲真正是第一道呢，我拄着啊，哇，足好运呢，真好呢。而且这个厝头家足好诶，伊拢毋惊伊讲厝会去人用垃圾去，还是啥拢安尼大大方方，互大家遐困。看了会感动呢，真正诶，无简单。有够济人诶啦！虽然讲无法度接近妈祖，但是伫咧遮拜拜嘛是共款，心意嘛是共款，所以咱甲帽仔摕落来，甲妈祖说多谢，今仔日互咱拢平平安安行到遮，拜拜！感谢白沙屯妈祖，感谢山边妈祖，多谢，明仔载继续对恁行。真正我感觉吼，石流的乡亲今仔日真正足欢喜的啦，所以吼，大家人拢足大方的。安安，大家好。哦，这是一个修理厂呢，修理汽车的。啊，大家拢歹势呢，叫了要休困啊吼。系啊，啊无诶，明仔载是几点要起价？伊头拄讲5点。啊，恁几点就要起来？4点起来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恁本地就知影遮要互人住吗？唔知。啊，所以头家伫对哈。我来找看卖好啊。好。你好，这问是厝头家吗？我这回对白沙屯妈祖来到遮，伫咧咱的历史名册中找无记录讲有来到石流遮。对啊，做欢喜啊！啊，所以你一听到伊讲自驾。一听到，啊，你什么款的心情？做早之前就做希望，迄个哪座来阮这个所在。是。嘿，啊，今日听到是真正做。有跳起来无？哦，差一点啊。我今拢休困，我答应要来，我当休困怎有影响诶？是哦。啊，所以你本地就有拍算讲，伊若真正对遮来，啊有香灯塔，需要休困，你就要甲场所安尼提供出来安尼，我看你。互大家搁伫内底呢。对啊，很方便，也袂遐辛苦行的路。哇，真正无简单。大家看，便所对食，便所对食，而且这敢是你藏的？系啊，我是讲有可能会生气啊。对哇，需要的，系啊。真正就大心的，头家搁传一寡方便的成药啦，这一寡。简单的药啊，就是咱骹若行了肿啊、疼会当小消炎一下安尼。你安尼场所提供出来啊，你会烦恼讲物件叫人用歹去啦，还是啥物弄乱去，会安尼烦恼袂？袂啦，咱这人家拢做善良的。是哦。是啊。所以伫咧这个时阵，会当看到咱人的善良。对啊，大家好记。好记啦。行一天啊，总算会个洗蓬蓬啊！大家看，遐洗身躯的车在
白沙屯妈祖这个进香的过程当中，差不多是这5、6年开始有的这个服务。伫咧较早无这个沐浴车的时阵啊，香灯卡要洗身躯，就爱互相吹、互相报就对，看倒一家倒一户有这个服务，啊，大家就会当小少去使用迄徛家的这个浴巾啊，吼，开放互大家用。有啊，洗身躯。哦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有够好的啦！而且是你来团讲讲呢，有这洗身躯的啦，啊，搁洗头脏的拢有啊。啊，所以我找一包，根本就用袂着啊，人拢甲我穿便便啊呢，用的就好啊。啊，我即摆吼要来洗碰碰啊。都无方便，互大家安尼对我行，对我来洗啊，吼！我家己好好来享受这个洗身躯的时间。明仔见，拜。有事无事坐马